等下，过2个月，我问你，你安尼伊夜夜偷偷摸摸咧创啥货？啊，梁山无啦，我咧耍啦。你耍？我看你安尼伊夜夜，你是毋是咧唱西腔？我看你规地内底吼，安尼1块的、5块的，吼，10块的、50块的，吼，一寡银角啊，啊，搁嘛搁100块的、200块的、500块的、1000块、2000块的，一拄纸。我知啦，迄叫做银纸啊。银纸，银纸是用小可以当用啦，银纸，吼，迄叫做支票，也是讲纸票啦。古早时代吼，叫做银票啦。你若去银行也是邮局吼，爱开一个口座，吼，就是你的户头。啊，甲钱夹的时阵吼，这银行也是邮局吼，就会当互你一本这个银行簿啊，啊嘛叫做手指簿啊，顶悬就当记录吼，你到底欠偌济钱。听起来袂歹呢。对咯。安尼我即摆就出门来去邮局。等，你要去邮局？啊，我问一下吼，你敢有炸相证件、身份证啦，还是讲这个健保卡啦，还是讲这个驾照啦，甚至吼，啊嘛还有一个印鉴，你敢有？阿梁师，嘿，我无户口呢。